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由香港時空所主辦嘅香港6月亞太區文化傳承論壇。我係香港時空嘅副主席李偉才，亦都係今日論壇嘅主持人。首先咧有少少嘢想同大家道歉嘅，就係大家睇到咧我個畫面咧就係因為我個電腦嗰個 camera 咧出咗少少問題，所以你見到咧有一部分係黑咗不過都仍然睇到我嘅，所以都唔影響今日個活動啊。喺過去5年幾咧，隨住香港政局嘅變遷移居海外嘅港人數目就迅速咁增加啦。而正當香港本土公民社會係不斷被打壓收縮，離散港人咧喺移居地建立嘅公民社會咧，亦都逐漸成型啊！而建立一個有活力、形態多元化，但係擁抱共同嘅普世價值嘅離散港人公民社會咧，係香港時空成立嘅宗旨同埋目標。大家當然仲記得咧，其實6年前反修例運動嘅嗰個100萬人大遊行同埋200萬人大遊行咧，其實就係喺6月開始嘅。有見及此咧，所以我就係以香港6月就為一個基調，就舉辦咗2場就係以點樣喺海外傳承香港文化為主題嘅網上論壇。前一晚咧，星期5咧就已經係有應該係星期4就喺第1場咧就已經進行咗啦，就叫做從議政參政到公民行動。我相信咧有部分呢度嘅人咧已經係有睇過啦，但係如果未睇嘅話咧，我就當然極力推薦大家咧係可以上網重溫嘅。今日咧就係論壇嘅第2場啦，就非常之高興咧，我哋係請得到以下4位講者咧同我哋進行分享嘅。按照第1場嘅做法咧，我就將會以呢個地理位置由北到南咁樣嚟逐一介紹一下佢哋呢4位講者嘅背景啦，好嘛？第一位咧就係身處日本嘅田中幸奈Anna 咁樣 Anna 咧就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但係就移居日本多年啦。就喺2020年咧就創辦咗日本香港人協會，致力傳承香港文化，推廣廣東話，就協助喺日本嘅香港人咧係融入當地生活嘅。歡迎你 Anna。第2位咧就係身處台灣嘅黃國財，佢係一名藝術家，佢嘅作品咧係透過多元手法咧係探討人同社會政治空間嘅關係。佢就曾經以呢個流浪家居同埋呢一個漂流家室等作品咧係聞名嘅。佢嘅政治藝術咧就融合咗行動主義，就獲得多項嘅殊榮。近年咧佢就移居去台灣啦，就持續為香港嘅人權發聲，就展現藝術影響社會嘅潛力歡迎Casey。第3位咧就係身處喺布里斯本係嘛 Andrew 咧布里斯本嘅陳樂行啦。佢係廣東話保育機構港語學嘅創辦人，曾經喺香港咧就係用撥款咧開辦廣東話社區文化活動，而家就移居澳洲就推動呢個語言嘅政策及新一代嘅廣東話嘅教育嘅。近年咧就主辦香港年度自選舉，就推動咧海外港人嘅公民參與。歡迎 Andrew。Hello。第4位咧就係新雪梨嘅鄭詠儀啦。佢咧係一位香港出身，但係咧就移居雪梨多年嘅一位多媒體嘅藝術家。佢就透過錄像、行為同埋裝置各種呢個形式嘅藝術咧，就展現對呢個身份移民同埋文化敘事嘅關注。佢嘅近作一套叫做《呢個係一個自由嘅國家》嘅短片咧，而家正在喺台北228國家紀念館展出。個目標係咁樣咧，係藉住藝術為香港同埋呢個社會嘅議題係發聲嘅。歡迎Pamela。好啦，咁第2場論壇咧個題目就係從語言教育到文學藝術而家就立即啦。我哋今日呢個論壇咧就係希望咧就係集中以香港文化傳承為主題啦，就討論離散港人點樣喺下一代咧係推動香港嘅粵語教育啦，同文學啦、藝術活動啦，維係香港人嘅意識同埋爭取移民地嘅社會認同，並且係探討咧係跨境合作同埋擴大影響嘅新嘅途徑嘅咁但係當然咧，就每一位講者咧都有好精彩嘅個人經歷啦同埋即係佢一定有佢嘅心得嘅。所以咧，我哋建議咧就其實選定咗下列呢3個較為具體嘅題目，
就請各位講者咧就咧係3分鐘嘅意見嚇，即係我哋嘅時間因為好珍貴嚇。嗱，咁特別想提一提嘅咧就係現場嘅觀眾咧就可以咧就係喺個 chat room 咧用文字咧就係提問嘅嚇。咁如果時間許可咧，我就會選取一啲問題咧就同大家咧係作呢個後續嘅討論啦。好啦，最後當呢個論壇結束之前咧，就會請4位講者咧係逐一咧就係作一個1分鐘嘅總結發言嘅嚇，希望大家清楚好嗎？好啦，咁樣咧就事不宜遲啦。咁而家咧我就即係將第一個題目咧係即係提出嚟先啦，就希望咧4位講者咧就係逐一發言啦。嗱，第一個題目咧主要就集中於香港文化同價值嘅釐定嘅問題啦。嗱，我話各位都係香港離散社群當中咧喺當地社會被認為有代表性嘅人物啦，但係新一波嘅移居港人咧，同埋過去幾十年已經喺當地落地生根嘅香港社群相比，無論喺政治取態抑或係文化訴求之上咧，都有唔少差異嘅。咁我就想知道下咧，從你哋嘅從事嘅項目入面啊，你點樣係向當地嘅香港人同埋主流社會嚟去表達所謂誰是香港人呢？呢個觀念呢，又究竟你期望我哋香港人代表嘅係乜嘢嘅文化，係乜嘢嘅價值呢？咁樣樣嚇，咁呢個就第一個問題。咁啊邀請咧，我諗都係照翻頭先嗰個次序啦，係嘛？由北而南啦嚇，咁就係由阿 Anna，然後 Casey，然後 Andrew，然後咧就係阿 Pamela 咧，就係就頭先呢個問題咧就係回應嘅，好嘛？咁我哋請 Anna 先。Hello 各位，咁樣咧，頭先嘅問題咧，咁樣其實咧，日本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咯。本身日本嘅文化係非常之重嘅。咁我哋喺日本其中一樣做嘅嘢，最 prioritize 嘅其實係點樣令到香港人可以喺呢度生活到，同埋點樣令到日本呢邊嘅人知道香港人究竟係啲乜嘢。喺日本嚟講咧，香港人係一件咩嘅事咧？如果係對一啲年紀比較大嘅嘅日本人嚟講，佢哋係會知道香港係同中國唔同嘅。香港係香港呢個地方，同埋香港係有一個 pop culture 喺呢度係都幾盛行嘅，例如張國榮啊。例如重慶森林啊，呢啲咁嘅戲咧，喺佢哋心目中咧，其實佢哋係佔一個好大嘅地位喺度噶。咁所以咧，反而係同老一輩嘅日本人去講香港人係啲咩嘅時候，佢哋會完全理解香港啊，以前係曾經係英國嘅殖民地啦，同英國係有一定嘅關係啦，但係反而係年輕嘅一代，佢哋已經唔明白每一次同佢哋講香港嘅時候，佢哋可能會好直接咁講，哦。係咪真係中國嗰個香港啊？咁樣，咁我哋就要喺呢一個位置，我哋就要教育翻佢哋究竟香港係啲乜嘢。咁而移民嚟日本嘅香港人，其實對比起其他國家咧，數字係少好多嘅，因為日本真係有一個好大嘅 barrier 係我哋嘅語言啦。咁樣對於佢哋嚟講，其實係唔係一個好首選會移民嘅地方，因為喺呢度生活係必須要有日文呢個基礎。咁變咗喺呢度好嘅地方係移民嚟日本，大部分移民嚟日本嘅香港人都係近年移民嚟日本嘅，亦都當然有啲係移民咗已經好耐啦。咁但係佢哋已經係差唔多係同日本人一模一樣噶啦。咁而移民咗嚟日本嘅香港人，如果係新嘅一代，其實佢哋仲係講緊廣東話嘅，佢哋嘅生活自己嘅家庭入邊大部分都係講緊廣東話。而小朋友咧，因為父母都仲係講緊廣東話，咁所以咧，對於佢哋嚟講咧，甩廣東話呢樣嘢咧，就唔係而家發生緊嘅問題。但係我都相信呢個將來係一件我哋好緊要做嘅事，就係點樣喺呢件事發生，即係屋企人開始唔講廣東話，令到啲小朋友少咗講廣東話，而冇咗呢個習慣，冇咗呢個環境去講廣東話。咁嗰陣時我哋點算咧？咁呢方面咧，咁可能真係要同大家即係要向大家學習啦，因為其他國家我知道好多時可能屋企裏面已經係冇個環境去俾佢哋講噶啦。咁我哋呢邊咧係希望做啲咩？譬如一啲 playgroup 咯，
咁樣去俾啲小朋友，大家原來同呢班朋友玩嘅時候就係講廣東話㗎啦。咁樣佢哋就會有一個環境去繼續講廣東話咯。係，咦，係咪停咗咧？阿 Anna 嗰度嗰個 connection 係咪啊？唔係啊，我喺度。Anna，哦，係啊，係啊，咁係，你仲有補充㗎？我差唔多啦，呢個時間應該都好，OK，咁咧，而家你隨時可以補充嘅，係嘛？嗯。好，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請阿 Casey 啦，就頭先嗰個議題咧，發表下佢嘅意見，好唔好啊？好啊，咁啊，多謝 Anna 講翻日本嗰方面嘅情況啦。咁其實台灣同日本又好唔同嘅，因為喺台灣呢個香港人嘅社群，佢哋大部分都會識得講國語啦，即係喺呢度叫中文啦。咁外表都同當地人係極度相似啦。咁所以佢嗰佢嗰個融入咧係容易好多嘅，即係再加上係台灣人不嬲過去幾十年咧對香港嘅印象係都係正面相對好嘅，即係香港嘅黃金時期，例如80年代嘅文化都有進入台灣，咁變咗佢嗰個認受性咧係好嘅，咁再加上近期譬如過去10幾年嘅政治覺醒啦，咁台灣人即係見到香港人面對住中共嘅打壓咁勇敢，咁為咗自由民主上街去抗爭去反共，咁非常之值得敬佩嘅。咁呢一樣嘢係感動到全世界，可以咁講。台灣更加會有同感啦，因為都係面對住同一個敵人。咁去回答翻個問題啦，就係話其實有兩個問題啦，就係乜嘢叫做香港人啦，跟住你期望嘅香港人係代表咗啲咩文化？咁我諗第一條問題，上一次嗰個研討會都有好多講者深入咁探討咗啦，即係可能我諗我會好簡單咁樣去分咯，即係舊嘅香港價值同埋新嘅香港價值啦。舊嘅可能係我哋即係我哋啲老一輩呢啲喺殖民地生長大嗰種舊嘅香港價值，即係譬如搵錢啊，腦筋好快啊，有國際視野啊，咁亦都可以咁即食四方飯啊咁樣嘅香港人啦咁我而新嘅香港人嘅價值咧，我諗係近代先發生啦，呢過去嗰10幾年先發生喺我眼中。就係追求民主、追求自由、反威權、反共，喺呢個過程嗰度咧，係展現出勇氣，亦都追求和平公義嘅。喺呢個過程裏邊，嗰個抗爭係非常之有創意嘅，受尊重嘅。咁所以我覺得答第二條問題嘅時候，如果話你期望香港人代表咩文化咧，我覺得文化係可以創造嘅。即係佢當然可能好似好似我哋嘅 nationality 咁樣咯，即係即係一個30% fact 70% fiction。咁我覺得喺香港呢個文化身份工程裏邊咧，就其實係創造緊一個新嘅身份咯，就係頭先我啱啱講嗰樣嘢啦，就係追求民主自由。去反威權喺呢個過程裏邊係和平啦，又有勇氣啦，需要嘅時候亦都會行使civil disobedience 啦。咁即係唔會因為恐懼咧而唔出聲啊咁樣。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值得推廣嘅。咁至於舊嗰個身份咧，其實都幾難搣甩嘅。咁都會繼續存在嘅，即係頭先話國際化嘅視野啊，或者搵錢啊、快手啊、好 flexible 啊嗰啲一樣都會遺留喺度咯。咁我覺得值得推廣係我頭先講嗰個新嘅文化價值咯，香港人嘅文化價值。Thank you。好多謝阿 Casey 嘅分享吓，咁就請阿 Andrew 講講你嘅睇法啦。係。
咁我哋即係喺 Brisbane 都會有搞一啲廣東話班啊，我自己亦都有做一個廣東話嘅教材嘅工作，即係同 Hannah 一樣，可能都係一啲廣東話教育，當然係即係無論係家長啊，定係我哋香港人社群都 concern 㗎啦。咁澳洲嘅情況咧比較特別嘅，因為澳洲其實喺華人或者廣東人咧都有一個歷史啦，亦都係喺主流學校一啲課程咧都係會教中文啦，但係嗰個中文咧就係普通話嚟嘅。而澳洲對於呢一個中文或者係香港人嘅理解咧，有時都好籠統地當你係 Chinese 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呢一年咧比較特別咧，就係香港人多咗香港社群喺澳洲咧。其實我都見到有啲人去爭取，即係唔單止可能香港人或者係一啲講廣東話嘅人咧，都會爭取會唔會係中文係可以喺主流學校用廣東話教咧等等。咁呢一樣嘢咧都係即係遙遙長路，去令到我哋喺體制上咧可以係即係有空間去俾我哋去爭取啊。因為其實係廣東話或者香港人喺澳洲都係一定有一個歷史嘅關係。咁呢個可以參考翻咧，我以前咧都有即係我之前都有同美國嗰邊嘅出版社去做一啲關於廣東話中文嘅教材啦。因為其實我哋點樣去塑造，啱啱阿 Casey 都講話一個文化工程，我哋去塑造一個身份。咁其實最簡單，除咗我哋同人去講咧，最緊要就係點樣同我哋下一代、我哋嘅仔女去講我哋香港人係點樣。但係香港即係我哋而家好大嘅問題就係我哋嘅中文學校都係用緊一啲香港嘅教材，就咁香港就係買一沓小一到小六去到中三咁樣嘅教材喺中文學校教，咁啊教啲咩岳飛之少年時代啊、萬武教子啊等等嗰啲，咁好多人咧都會覺得不合時宜啊。但係事實上亦都有啲老師會覺得，我教開用開呢啲教材好順利，咁點解我唔繼續用咧？你教中文就係咁樣噶啦。有啲甚至乎覺得我哋都係教我哋都係中國人，要教中國嘅節日，即係例如端午節就教你食粽啊，呢個清明節就拜山咁樣，重陽節又拜山咁樣，等等呢啲。咁我當然我都遇到有唔同嘅組織，咁我喺一啲最進步嘅，即係話完全想係寫香港人嘅教材嗰個古仔咧，其實都唔簡單嘅。即係我發覺，即係好簡單去講件事咧，就係其實係要一個在地啲嘅一個探索咧，先係對啲小朋友嚟講咧，先係有意思嘅。即係就甚至乎你同佢哋講話香港有幾輝煌，例如好簡單講個例子，我哋講話交通工具咁樣，我哋講香港有的士、有電車、有城。但對於小朋友嚟講，呢啲嘢係唔實在啊嘛！即係電車佢唔返香港，佢唔會見到電車，亦都唔會見到的士。咁我哋係咁教佢的士、電車、巴士呢啲咁樣嘅嘢，咁佢覺得咧係好抽離。咁所以我哋喺即係嗰個身份認同嗰個建立工程啊，我哋就即係我哋都探索緊嘅。我哋都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新嘅嘢啦。我哋喺度諗緊，會唔會係一啲海外香港人嘅故事？其實由今日開始，我哋都要開始係唔係淨係講話香港喺香港嘅香港人嘅故事，其實令到嗰啲小朋友更加可以建立身份認同啦，係海外嘅故事。即係譬如話，我哋我同美國出版社咧，佢哋比較有興趣，我哋一齊傾啦，就係可能詹天佑以前係喺香港都讀書喎，或者孫中山，或者李小龍，因為佢哋美國嗰邊咧就會比較。即係佢想同啲小朋友唔單止係講啲香港人，就係反而係美國嘅香港人，即係 Bruce Lee 就好好例子啦，就係點樣去有佢哋嘅故事，點樣去即係呢啲就係可以拉我相信對於各地可能日本香港人都係日本香港人嘅一啲事蹟啊故事，好似張國榮啊等等呢啲都係好值得喺日本講咯。咁呢個點樣去在地化？去同我哋嘅下一代，或者係同主流社會去講我哋香港人故事，其實當中嗰個歷史嗰個書寫係好缺乏嘅。呢個都好需要我哋各地嘅香港人去幫手，都寫翻各地香港人嘅故仔。好啊，唔該 Andrew 啊。
咁啊呢個咧佢係好特別係集中喺嗰個語文學習嗰度啦，係嘛？點樣係同嗰個文化結合啦？好啦，咁從藝術方面啦，今次又係啦，頭先阿 Casey 已經係啦，一個藝術家，咁跟住落嚟咧就係阿 Pamela，請阿 Pamela 分享一下。係，hello 大家好，我可以講話喺澳洲嚟講咧，算係一個老華僑。因為我就我土生土長啦，我就50年代嘅香港人啦。咁我就70年代嗰陣時咧，70年代中，咁我就已經移民咗過嚟澳洲噶啦。咁所以我唔係一個新一波嘅移民咯。咁其實好多香港朋友會話我成個鬼婆咁樣噶啦。咁就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身份認同啊，呢樣嘢咧係好處決於我哋每日嘅行為，我哋嘅言行，去點樣去表達我自己，即係一個香港人嘅態度咯。咁係咁而我從事創作之中咧，我都我由一開始即係我其實就2000年先至開始入去讀藝術嘅，重新去追夢去讀藝術。咁就我初時就係純粹係圓夢啦。咁但係喺我創作過程中咧，喺我個移民嘅旅程之中咧，我覺得語言係一個 big barrier for me，所以我就覺得我可以用創作一個藝術語言去講我個故仔。咁希望人人都可以睇我個創作，佢就可以知道我個故仔。我唔需要用個說話去話俾佢聽。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創作嘅目的啦。咁所以我亦從來咧之前，我可以講我2019年之前咧，我仍然話我自己係一個 Chinese Australian artist。但係自從2019年之後咧，我就係話我係一個 Hong Kong Australian artist。我就已經將 Chinese 呢個字咧係完全切除咗噶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間接即係人哋問親我where you from， 我就會話 I'm a Hong Konger，I'm from Hong Kong，I'm not saying Chinese anymore。咁而我嘅2019年之前，我嘅作品係集中於講移民嘅故事咯。咁我亦都冇刻意係講我自己係邊度人啊，或者我係一個女性嘅藝術工作者。我覺得喺你嘅作品之中係可以表達到你想，即係人哋如果用心去睇呢件作品嘅話，佢係可以發覺到你係一個女性嘅藝術從事者啊，你係一個Asian 啦，或者Western。我相信佢哋係可以從你嘅作品之中咧睇到咯。咁同埋即係我自從即係我冇去刻意去點樣去聯繫香港人啊，或者點樣啊。我其實已經 sort of 即係嚟咗咁多年，我覺得即係香港好似離我好遠咁。但係自從2019年之後咧，可以講我係一個轉折點咯。咁我係希望用我嘅創作係為香港人發聲，因為我知道喺香港嘅香港人已經唔可以再發聲啦。咁我好慶幸我自己身為一個從事藝術嘅人，可以用我嘅藝術仍然話俾當地，唔係淨係俾香港人，係俾 local 嘅澳洲人知道係香港發生咗個咩事。藉住佢哋睇我個作品嗰陣時，我可以解釋俾佢聽。如果佢哋問問題，我想表達嘅嘢。咁而喺我嘅展覽之中，我亦都因為鑑於即係2019年之後咁多香港移民嚟啦，所以我亦都即係澳港聯亦都即係資助做咗一個藝術展覽啦。咁我係
嗰個藝術展覽係全部12個都係香港嘅藝術家啦。咁係希望用我哋香港嘅即係藝術去，唔止我嚟聯繫香港嘅社群，亦都係俾澳洲嘅人知道我哋香港人嘅存在咯。我哋有呢個咁嘅社群喺度，有個 community 喺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係你點樣被看見咯？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咯。咁好似而家N 呢度你睇到呢件作品咧，係我舊年嘅一個作品，係叫做歷史嘅包袱。即係我自從2019年之後咧，即係其實每一同埋我嘅創作好多時咧，唔係即係同我哋自己嘅經驗去出發啦。但係呢樣嘢咧係可以 apply 到俾好多其他國家嘅移民咧，都會可以感受到嘅。就係譬如呢件作品係張凳孭住，張凳係人坐嘅，所以係一個 symbolic 嘅符號係人啦嚇。咁我哋孭住香港嗰啲紅白藍袋裏邊，出邊係寫住晒嗰啲 date 喺度咯嚇，612啊、721啊、831啊嚇，寫晒佢。因為我發覺我哋即係自從2019年，就算好多香港人移咗民，無論你係英國好、美國好、日本好、台灣好，我哋到嗰個日子，我哋就會觸動到我哋嘅情緒咯。咁呢個係我哋一個歷史嘅包袱嚟。咁而呢個包袱其實我好早64嗰陣時已經係開始係一個歷史嘅包袱。一到64咁個個就會我哋要去集會啦，咁要去做呢樣嘢啦。咁譬如今日我因為呢個 forum， 咁我又 miss 咗出邊個 city 嗰度有個集會舉行咗啦。咁所以即係我又會去參加呢啲咁嘅集會去表示因為我覺得 OK 傳承呢個文化咧係好緊要嘅，繼續我哋嘅廣東話啊，我哋嘅語言啊，文化過年啊，食團年飯啊，我會同我啲仔講話好重要㗎，一定要翻嚟食飯啊嚇！中秋節會包粽啊，好似有一個嗰個展覽，我哋有個 public program， 咁我會有個 Andrew 嗰度有幅相，我咪同啲即係觀眾一齊去包粽啊嚇！咁我又會有Andrew 可唔可以 show 到啊？包粽嗰個係咯，呢度係端午節包粽。喺我個展覽裏邊嗰個香港你好嘛嗰個香港人展覽裏邊嘅其中一個活動咯。咁係你睇到係唔止係中國人參加嘅，都有local 嘅 Australian 參加啊，亦都有母女啊一齊嚟參加。呢啲就係你係因為其實食物係一種我哋嘅文化咯，你唔可以否決咯嚇。咁譬如我亦都有嘅展覽係做一件作品係講鴛鴦43，咁我係用咖啡同埋茶混合咗去做啲紙出嚟。咁呢個係香港嘅文化咯，鴛鴦係好 typical 嘅香港文化，中西合璧，亦都係我哋移民嘅一種即係我哋嚟到呢度都係要中西合璧噶啦。我哋就算喺呢度點樣去播種，去教我哋嘅子女，佢哋喺度生活喺度成長，佢哋係 banana 嚟嘅黃皮白心係唔可以避免噶啦。我哋只可以盡量灌輸咯，佢吸收到幾多就係幾多啦。咁從中即係細佬哥最中意就食啊，咁呢啲就係你喺嗰度去同佢哋開始咯嚇。咁同埋即係因為我自己嘅咁嘅年紀啦，咁我已經係我個仔女，我兩個仔都係喺度出世喺度大嘅，咁所以佢哋都好慶幸佢哋仍然可以聽同埋識講廣東話咯。咁佢哋都會知道香港嘅文化，佢哋都會
覺得，就算佢哋話我係澳洲人，因為佢哋喺度出世噶嘛，嚇英語係佢嘅 native language，但係佢哋識講，佢哋都會覺得香港人係佢哋其中一個身份咯。咁佢哋都會覺得係覺得，因為佢哋有一個香港人嘅身份咧，佢哋係驕傲嘅。咁同埋佢哋亦都會繼續同佢哋嘅小朋友講廣東話咯。所以我有個孫女都未夠2歲，咁佢個媽媽係日本人，咁佢媽媽同佢講，由早到晚都係全部都係日文㗎啦。咁我同我個仔同佢講廣東話咯，咁佢返學我講英文咯。所以佢係即係佢應該我哋係喺佢哋小朋友好細個時間已經要同佢哋播種，去咁樣去培養佢哋咯，係咁多。好啱，好多謝 Pamela 嚇，咁啊多謝4位咧就作出嘅分享啦，咁啊真係睇到咧4位咧其實都喺佢哋嘅地方咧係身體力行啊嚇，即係為呢個點樣傳承香港個特有嘅文化咧係呢個盡力嘅。咁啊略為總結一下啦，即係頭先4位都有講到，譬如阿 Casey 都有特別提啊，即係你話我哋香港人嗰個抱持嘅價值乜嘢咧，我諗相信大家都唔會有異議啊，就係我哋係堅持啦，係會有人權啦、法治啦、民主啦、自由啦，係嘛？同埋呢個爭取社會公義啦、不平則鳴啦，係嘛？咁樣咧，而家文化方面咧，當然咧，我哋咧係中西薈萃啦。頭先啱 Pamela 講過嘅鴛鴦啊，或者我哋嗰度西多士啊嗰啲咁樣係嘛？咁所以咧就係、仲有我哋係比較有包容性啦嚇，同埋即係擁抱多元化啦嚇，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即使我哋喺海外咧，都係能夠繼續實踐呢種咁樣嘅即係我哋嘅文化價值啊咁樣樣。